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台湾新闻故事，台中大家。嗨，乐乐，我去台中佚佗，有买太阳饼，甲你分享。嘿嘿，多谢王阿姐。王阿姐，台中敢是一个所在？是啊，台中伫台湾的中部地区，是台湾人口第2济城市哦。台中阁有真侪有名的好料，像即个太阳饼、鸡脚冻、木瓜牛奶。哎呀，一想到啊，我的嘴烂就要流落来啊呢。嘿嘿嘿嘿，听起来拢足好食的呢。王阿姐，台中敢阁有啥？有啊，我即届阁有去台中市大甲区一间真有名的庙，叫做镇南宫。逐年镇南宫拢会举办真闹热的活动，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，就是台中第一名的民俗文化的大代志哦。大甲妈祖敢是一个人？是啊，我来甲你讲妈祖是啥人，阁有真特别的传说故事——妈祖接炸弹。先生，恭喜，是一个查某囡仔。红影出来哦！哇，真古锥呢！先生啊，这个囡仔真特别呢，袂哭袂闹，拢笑笑啊对人呢。敢有影？这个囡仔是菩萨赐予阮的，我相信伊一定真特别。妈祖本名号做林明娘，乖佮友好爸母，真爱甲人斗相共。住伫海边的明娘，常常对阿兄朋友伫海边佚佗。因为安尼，明娘自细汉就对大海非常了解，而且伊真巧，看过册拢袂放袂记。有一个道士看林明娘遮巧，对林明娘的爸母讲：这个囡仔有善心，佮巧，只要好好学习，将来一定会当帮助佮较侪人。迄个道士讲了无毋对。林明娘果然专心学习，无偌久了后，伊有力量会当驱蛇制煞，高化水的坚冻，救海难的船只。有一届，明娘伫接驳的时阵困去啊，伫梦中伊看到有船伫大风雨内底，看起来真危险。是阿爸甲阿兄，因的船拄着大风雨啊！袂使，船要变去啊！哎呀，明娘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哪会目睭揢揢哈？明娘，明娘，阿爸，阿兄，明娘，精神呐！明娘，紧精神！阿爸，阿兄，到底是安怎啦？阿娘，阿爸甲阿兄已经落在海底啊！原来明娘眠梦的时阵，走去海上，看到爸爸甲阿兄坐的船，伫风雨中急要变去啊！伊一手要划船，另外一手对阿兄爬船，只是明娘的妈妈唔知影。互人叫精神的明娘，目屎流目屎滴，甲妈妈讲伫梦中发生的代志。爸爸甲阿兄掠伊回来，讲因险啊淹伫海底。敢若有人咧甲咱斗相共呢？阿兄的话正是明娘的梦。这件代志摊开了后，大家搁较尊敬伊啊。后来林明娘修道成仙了后，因为定定伫海上救人，所以互村民尊叫做仙女。这海洋上大，船要变去啊啦！我阁想要回去看阮某甲囡仔诶。大家免惊，我来甲恁斗相共啊！是仙女明娘，咱有救啊！村民因为定定互明娘保护甲斗相共，就替伊起一间明娘庙来甲纪念。这也就是民间信仰的妈祖。妈祖上出名的是伊保护海上的船，所以伫沿海地区大部分拢有妈祖庙。有妈祖伫咧，
渔民甲渔船拢会当得到保护。妈祖信仰传到台湾了后，除了沿海地区，连平埔、山地拢嘛有妈祖庙形影。妈祖会当讲是台湾上侪人信仰的神明之一咯。大甲镇澜宫，人讲大甲妈祖庙，就是一间伫台中市大甲区的妈祖庙。听讲，伫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时阵，这间庙的妈祖搁做一件特别的代志哦。迄阵，台湾是日本人管理的所在，美国人甲日本人相战的时阵，台湾正做战场。台中大甲镇澜宫遐嘛有美国飞行机来攻击。去，咱来防空河，等下飞行机搁要等炸弹。爸爸妈妈，咱即马要去转。好好啊，甲爸爸的手抓牢，莫放开哦。走较紧嘞，咱去安全的所在避起来。炸弹无洗目睭，倒位才安全啦。哎呦，这款日子该过偌久啦？飞行机来啊，紧来走哦！妈祖啊，甲你恳求哦，求你保庇阮平安啦！哎呦，你咧创啥？赶紧来走啊！哎呦，求妈祖保庇哦！紧来走哦！四界拢是无人机声甲爆炸声，所有的居民拢惊死。总算外口稍寡平静啊，大家探头看卖四周围。哇，规个涂骹拢是灰，互人炸起的厝、田，大家豆豆啊行出来。外口有人雄雄公公，想要看阁有剩啥物。有人甲亲人的手牵条条，目屎流落来。这个时阵，有人发现一件特别的代志。恁看，妈祖庙无任何互人炸着的痕迹。哎呦，好影呢！庙的四周围拢互人炸甲乱七八糟，妈祖庙煞无任何损伤，一定是妈祖显灵啊！恁听我讲，拄啊顶部声弹，我甲你变数。哎呦，搁有飞行机来啊！袂赴啊，先来走才讲啦。我雄雄公公走去防空河。啊！迄是啥啊？为天顶甲看。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出现伫空中，伊甲我看，哪像咧甲我讲：“别惊，紧入去。”迄是妈祖吼，妈祖会甲咱保庇啦，嘛保护庙袂受到攻击。啊，这足神奇的呢！感谢妈祖，感谢妈祖。敢真正是妈祖保护妈祖庙，无互炸弹炸着，真侪人相信哦。因讲，迄年伫台中的天顶，美军飞行机拢装弹2粒炸弹，一粒甲台中火车头炸掉，另外一粒落伫大甲镇澜宫附近。只是这粒炸弹无爆炸，所以无造成损伤。佮加上后来有居民讲，看到天顶有一个少女出现，从此以后，镇澜宫就有镇殿妈祖接炸弹的传说。毋过，迄阵美国空军伫台湾各地拢有空袭，所以除了伫台中的妈祖庙有接炸弹的传说，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屏东各地妈祖庙拢嘛有妈祖接炸弹的传说。无同的所在是，有的所在讲妈祖是用身躯摸起来，有的讲伊是用双手接，有的讲妈祖是用拳接炸弹。甚至阁有传说，妈祖早就伫空袭进前，甲民众警告，保护庙市甲地方的安全哦。王阿姐，妈祖接炸弹的传说足神奇的呢。乐乐，妈祖甲大家的感情拢真好，而且伊有能力听声救苦，真热心甲人斗相共，所以台湾人拢真介意妈祖哦。当年妈祖生日的时阵，镇澜宫会举办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，真侪人拢会做伙参加哦。你看，哇，有影足热闹的呢。对啊，王阿姐，台中有大甲，那安尼敢有小甲？小甲，乐乐，你的想象力足丰富的呢。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摇看卖，大甲这个地号名是安怎来的呢？1.
头一个来遮的人叫做大甲。二，甲原住民的名有关系。三，遮的人写字真认真，拢会摕到大大的甲。答案是二，原住民的名有关系。大甲较早住头卡西原住民，汉人搬来这个所在了后，用台语念头卡斯，听起来就敢若大甲。敢有影？你听哦，台的台语通读做大，也是台；甲就是甲，做伙念就变成大甲。甲头卡斯念起来是不是真像啊？哦，有影呢，头卡是大甲，嘿嘿嘿嘿。所以大甲这个地号名是对原住民族的名来的。乐乐来大甲佚佗，除了拜访镇南宫的妈祖，嘛会当去铁店山风景特定区看卖咧。而且迄个所在传出故事，咱之前捌讲过哦。哦，铁店山风景特定区，敢有传说故事？乐乐敢还阁会记得郑成功甲剑剪的故事？敢是因真热，然后我无啥确定，王阿姐甲我斗相共。传说郑成功伫5日节这天，带军队经过这的时阵，天气伤热，阁无水通啉。郑成功祈求上天，希望天公伯啊，予伊的军队有水通啉。哦，然后伊就甲剑插入去涂骹，真正浮出泉水，所以剑指有50水。对，乐乐有影是认真听故事的囡仔哦。多谢王阿姐，我要请爸爸妈妈带我去台中市大甲区，看会接炸弹的妈祖，然后搁去铁店山看剑指，落尾搁要食太阳饼，也是大甲上出名的蚵仔。小朋友，你若是嘛有去大甲佚佗，欢迎你写批加相片甲我分享哦。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妈妈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。